然后当时那个气势是吓到我的。可是到后来，我就去跟陪审就是邀请我来面试的这位老师去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聊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其中其实聊了很多关于这些公司的一些背景这些公司的文化甚至是聊到一些关于公司的一些升职的阶梯。而确实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吸引我的。因为对我来讲，我刚好是出生在于一个叫做读书才有未来的一个环境，一个家庭环境里面，可能很多人小时候爸爸妈妈会教你说，只要你好好读书了，然后读到一个好的大学，出来就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就能够出人头地了，会这样吗？会。我自己会而且在这个途中我算是我的同龄里面读书最差的那个，所以特别的不受待见。可是，所以在后来很长很长的一段路程里面，我慢慢的消磨了自己可以成功这样的一个想法，直到我后来来到这间公司，听到很多特别的东西，比如说没有一个总经理，他去跟你面试的时候，会叫你说，把自己的定位来到这间公司，不是过来打工的，而是去创业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职业很奇怪，而且他说，来到这里基本上24小时制的，没有放假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吃饭的。他有这样的一些吓我的东西，可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希望来到这里是希望找到一个叫做机会，可以去改变我自己。而确实，在我加入以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参加了很多不同的大会议，然后认识了很多一些领导人，然后也去体验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也在此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对吧？对。大家选择这些公司都是觉得正确的吗？正确啊。那么确实，我们选择一个公司，它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很重要，就好像我们选择一个事业的伙伴一样。而当今天我们去做直销这个行业的时候，同样的，我们身边的领导人他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来到直销这个行业，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叫做正确的，没有一个方法，怎么样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走，我们不清楚，甚至有很多的时候，在市场上我们真正的去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被这些的问题给打倒。所以有领导人他去不断的去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些教育也好，一些方法、目标也好，它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来到这里，也是邀请了一些领导人，他们去分享他们组织这个团队的一些经历。所以接下来呢，就有这样的一位领导人，因为他有一个伙伴要去其他的地方，去可能学习各种各样的因素，可是他自己愿意用1天的时间，然后去到那个地方，然后甚至要回来，为了这场会议，然后坐凌晨的飞机，2点多的飞机，回来已经4点多了，他还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会议的一个准备，就是为了伙伴，他能够好好去照顾这位伙伴的成长，因为这个伙伴对于他来说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所以呢，接下来也希望各位可以用1点的时间，请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孔雀领队蔡振一。大家好，晚上好。好。其实我首先呢，今天很感谢就是Cindy，她邀请我，当然整个培训部也是真的对我很多的支持，
所以首先今天要感谢我们的 Kason 老师，我们的 Cindy、Charlie 还有Marco 也在里面，他们今天开始以前都已经跟我做了很多预备功夫，所以呢都首先感谢他们给我这个机会。那么更加感谢就是公司给我这个机会站在这个台上，也要感谢我们的 Henry 经理，还有 Elden 总经理，还有也出外了，应该还有很多人，就是David 也在外面跑。那么对我最重要的就是也要感谢我代表的韩国团队，因为没有 Kenny 姐带给我们创造一个这么大的团队的话，我今天也没可能用我这个身份，就是孔雀的身份来到这个台上面做这个分享。那么，所以谢谢 Candy 姐，我们的文慧嘛有 Candy 姐。那么，其实我怎么进来这个公司了？我相信这里有没有人对于我是不认识的？不认识的，哇，这么多人你们玩的，你要检讨了，那么多人不认识。所以难怪今天 Cindy 她邀请我上来再重新介绍自己。好了，第二个问题，谁不懂廣東話的？沒有。你玩嘢，唔好玩啦！為咗大家嘅耳仔舒服啲，因為我要同阿 Cindy 講聲唔好意思啊，因為咧我嘅參做完啦，我而家下半場咧我就好想用我嘅廣東話咧，直接就領袖分享會，其實係分享自己行過嚟嘅心路歷程。咁樣如果我能夠將更好嘅輸出，其實我覺得係大家都得益。首先，第一個得益唔好難為你哋嘅耳仔，第二個得益亦都唔好難為我嘅思考過程，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入到嚟力匯呢一度咧，我首先就係我覺得真係我人生一個好大嘅幸運。大家能夠喺呢一度咧，其實係真係好唔容易嘅一個，都好勇敢。每一個人都係㗎，每一個在座嘅都係你哋一個好勇敢，你對自己一個好人生好盡責嘅一個決定嚟嘅。因為我自己當日啦，我都講，其實我個人咧係一路行過嚟咧，條路都幾得意嘅。我個人係好貪靚，你大家都其實睇到。靚唔靚一件事啊嚇，貪靚。OK， 咁樣咧就係啦。Kenny 姐都好鬼坦白嘅啫。咁樣首先其實我自己以前係讀設計出身嘅，但係我讀咗設計出身之後咧，我做咗第一份嘅工作，做咗3年嘅兩年嘅設計師之後咧，我就好感受到條路好被動啊！人哋冇嘢你做，冇嘢派俾你設計。你估我係藝術家咩？冇嘢派俾你，你自己都會自動畫畫、自動設計、自動雕刻嗰個，你係藝術家，你唔係設計師。設計師係收 order 嘅。咁樣所以我當日已經覺得，哇！我咁樣即係我嘅人生幾時我會睇到自己會有出頭一日咧？我淨係一路坐喺度收 order 咧？咁我跟住就隨之而我就決定我要往前走一步，跟住我就去咗讀 marketing。即係市場學，讀完市場學又再做幾年嘢，做咗為一間水電公司做咗8年，係點樣去搞展覽啊、搞廣告啊。跟住我覺得唔得啦，又要再學多啲，咁我去咗讀我嘅工商業碩士，工商管理碩士。咁讀完之後發覺其實都不外如是嘅啫喎，你讀乜嘢都係讀技能。但係你讀呢個技能，跟住你究竟行出嚟係做咩呢？我自己就覺得我好想掌控自己人生。當我亦都係一份工做完之後，我雖然講啲工係有轉過，我唔轉得㗎。我個人好長情、好專一嘅。第一份設計做完2-3年之後呢，我嘅跟住就係發展，就喺一間水電公司做咗19年，前面8年係市場學。做市場管理，後面11年就係湊一個客，就係做可口可樂。咁樣當同佢哋做過呢個大中華區嘅生意，負責佢哋之後咧，其實我好睇到就係，咦，原來
真係要做市場係要做世界市場，要做產品。如果我係一間大公司，我可以容許我做平價，但係如果我係一個獨立經營者，我哋係一個做直銷嘅人，我就必須要做一個高價值嘅產品。咁樣促使我自己亦都睇到，我要做嘅嘢一定要係做到係對人有益啊！我亦先過到自己心，因為當我進入領匯嘅時候，我好感恩我嘅介紹人就係劉小兵飛馬一，佢當日就係建議佢就嚟邀請我，佢話 Winnie， 不如我嚟緊我會去，唔係我決定我要去做個細胞生意，不如你嚟同我一齊合作啊！我好需要 partner， 我好想你做我 partner。咁啊，劉小兵飛馬一去邀請我嘅時候，我跟住就上到嚟公司啦。第一件事就跟住見到啊 Candy 姐啦，又隨之又見到 Kitty 姐啦。兩個帶俾我嘅信息就係乜嘢咧？其實當我要轉台，我轉去另一個平台嘅時候，我要點樣？你對嗰件事肯唔肯定先？咦，我望到 Candy 姐20年前已經係可以月入過百萬喺直銷啊！月入過百萬，即係呢個係有能力嘅人，佢係成功嘅人。咁啊好啦，跟住見到 Kitty 姐廿幾年前已經管理10萬人團隊，橫跨幾個國家嘅人。咁呢啲又係咪成功嘅例子啊？當我進入去決定自己做生意，決定用直銷呢個平台自己做生意，你靠近嘅係咩人啊？梗係要靠近成功嘅人，係咪？其實所以公司先至係有咁多系統，我哋學嘅時候就係你要學習人成功嘅地方。避開人失敗嘅地方，係咪先？咁所以我就係嗰陣時就係覺得，哇！呢兩個老鷹，直銷老鷹都收山㗎啦，點解又出翻嚟啊？出翻嚟，梗係去睇到呢間公司一個好有價值嘅地方，係我當時未識睇。咁樣我自己都有帶住好多，我啱都講啦，做國際市場嘅經驗，但係我好拜服佢哋所做到嘅嘢係，佢哋唔需要自己本人係一間大公司先至做到，而係佢透過好嘅制度、好嘅系統，原來佢都可以達到，咁我一定要跟，我唔識揀我都要識跟。咁當日就係咁樣，我就入咗嚟，就決定係跟阿 Candy 姐、跟阿 Kitty 姐，咁一齊去喺團隊嗰度。而我自己入咗嚟咧，我好早我就已經，因為我既然轉啊嘛。即係我唔係話俾大家聽，你必須要100%開始嘅時候必須100%好似我咁投入，但係我就係一個咁嘅人，我就係一個當我睇到條路係應該係合理嘅、合邏輯嘅、有價值嘅，我就全身投入㗎啦。所以其實喺當日我認識 Candy 姐嘅時候，堂隊團隊只係得幾十人，但係我就已經係全身全職投入，係亦都當時就協助活動組，亦都好多謝 Candy 姐同埋 Kitty 姐係俾我係入嚟已經喺活動組去負責活動組呢一個，讓我已經係揾到自己一個崗位。因為喺我自己睇就係話，我既然係決定要去做好一個生意，我有冇足夠嘅時間擺落去？呢個係好重要。第二，我有冇將自己嘅能力去貢獻喺團隊入邊？或者你只係想做一個，你搞好晒先啦 ，Candy 姐搞好我埋位。如果係咁，團隊永遠唔存在，啱唔啱啊？大家，我相信坐喺呢個傳媒，大家嘅其實都係領導，大家都係能睇到自己喺自己嘅行業本身做緊嘅嘢，其實俾唔俾到你更長遠？因為喺我自己以前，其實我就係睇到，當我以前就算打工，打到你幾高大上都好，你嗰個價錢公司俾，你個位置公司俾，你有冇可能佢唔出糧，你會坐喺嗰度？唔會啊！嗬，係啊，佢會唔會係你想坐喺嗰度唔止呢個價錢，但係佢唔俾你，又試過啦嗬。即係好多人我哋都知道打工唔係你話事㗎，你就算幾叻嘅位，人哋俾你㗎咋，張卡片人哋俾你㗎咋，我有冇得決定我要攞一張咩卡片？我保證我60歲之後呢張卡片繼續存在，冇㗎。咁所以我就係因為咁樣。亦都即係咁樣去量度過，我當日就54歲進入咗呢度，3年前進入咗呢一個平台，就一路就喺堂改團隊，一路大家去一齊去打拼。咁喺打拼嘅過程，我自己亦都真係睇到就係話，我唔想做一個靠邊站嘅，我係要做一個參與嘅領導。
所以我一開始我就真係已經啱講啦，全身投入，亦都真係將自己嘅技能係貢獻出嚟。但係亦都跟住開始我自己亦都一度喺團隊，因為你透過我自己透過參與，我就真係學習咗好多嘢咯。第一，識我嘅人都知道我嘅脾氣好似一嚿石頭咁硬嘅，周圍撞嘅，真係會中意就係一句中意，唔中意我真係會爆人嘅。咁但係睇到真係其實例如好似我記得當2月3號，舊年2月3號 Candy 姐上台去做分享，我記得其中亦都有一位領導去講，即係其實你嘅格局係委屈撐大。有時當我哋做團隊做領導人，其實我哋越能夠你個團隊幾大就係、Henry 經理你好，你是不是知道我講廣東話所以走進來？好，那麼 OK， 因為 Henry 經理在我轉台啦 ，OK， 我們要靈活的 ，OK， 好 ，Henry 經理特別批嘅，多謝。咁樣咧，即係我就係睇到就係話，當我哋自己真係其實有時問我成日問我自己，我團隊唔係好大喎，咁樣其實我就會自問我個原因喺邊，係咪我容納得唔夠更多人？咁樣所以同埋或者係我冇帶，有冇我帶到佢哋乖乖地返系統？咁樣以致佢哋可唔可以喺公司嘅系統好好地一步一步長大？呢啲係我一路都成日去問，然後一路諗方法去改，去問，去揾方法去改，去揾上線傾，去改，去揾其他即係自己下低 partner 最嘅主要嘅大領導傾，然後去改。因為每一日我發覺喺呢度好奧妙嘅地方就係、你只要不停去問，不停去做，不停去參與，其實你嘅答案就一個一個會咁樣走出嚟。好似我相信我自己喺呢度啦，我嘅團隊亦都係比較特別嘅一個團隊，就係、我嗰陣時都講就係話 Candy 18區嘅華人你嘅18區嘅鬼佬鬼婆俾晒我啦，因為我哋係我自己嘅定位就係要往外國人嘅世界去發展。因為喺疫情過嚟，其實我自己學習到就係話，嗰3年係好難㗎，唔係嗰幾年由社運去到疫情都好難㗎。加油啊！我諗翻轉頭啦。唔係，我都係學習嚟嘅，因為大家都可能知道，其實我老公都係做電影嘅，好出名嘅。但係幾出名都有佢低嘅咁。多謝。即係由曾經我係一個都依賴我老公係做屋企嘅主要收入嘅時候，佢係發生咩事咧？由范冰冰事件、逃稅事件開始冇工作，跟住就社運冇工作，疫情冇工作，佢係攞咗好多金像獎嘅一個人，但係都可以因為我在環境令到佢冇工作。跟住舊年就我好開心，我嘅團隊開始一步一步起嚟，都有工作，我亦都遇到一個困難。但係點解我話好開心？好彩團隊起嚟，佢舊年前年拍足好辛苦，去拍咗佢嘅電影，有工作啦，拍出電影。可以有冇聽過走數呢件事啊？有。走數冇糧出，冇糧出10幾個月。咁樣你話啦，我老公同我係出名大細。一間屋供，一間屋租，跟住2個車位，跟住又唔知再幾多樣嘢，加埋其實一個月10萬蚊，唔少得個10萬蚊一定。咁你話以一個，如果我唔係喺呢一度，我亦都上到而家呢個評級，我抵唔抵到？
呢一個數字嘅支出，係抵唔到㗎，係冇好難抵到。我仲係講緊我54歲創業，我56歲遇到呢啲大關嘅時候，我點抵啊？即係其實大家講真啦，當我哋要去創業，去開始一個新路嘅時候，你諗下呢一啲，其實我哋係為咩？就係為更好嘅將來啊嘛。學 Kenny 姐講啦，你瞓喺屋企唔出門口，沖水都要冇錢啊！即係沖水都要錢㗎，沖廁所水，你淨係躺平都要錢㗎。咁我就好深明呢啲嘅，因為其實香港呢個社會就係充滿住好多我呢一類嘅中層嘅夾心階層啊嘛。個面就好好睇，但係你個底其實你嘅應付好大，而你嗰份工去到擺你而家喺邊個位，個人又可能將近60。你究竟我成日都同啲 partner 傾嘅時候，係咯，嗰人佢而家幾多歲啊？哦，50幾歲啊？咦，嗰頭近㗎咯喎，佢點打算啊？即係我哋呢啲係一啲好落地、好實在嘅話要同人傾㗎。因為點解啊？每一個夥伴當佢睇到原來佢有呢一個危機，有呢一個迫切性要去揾多一條新路嘅時候，我哋其實就係俾佢嘅一個機會。當佢有呢個機會，當佢入到嚟，佢行唔行得啱呢條路，係我嘅責任，係我哋嘅 partner 嘅責任，係咪啊？我哋呢幾位 partner 係咁樣，我哋好有呢一個文化，好有呢一個心㗎。因為我覺得人多唔多唔緊要，但係我每一個人少嘅時候，我哋之間都立定一個好啱一個正商嘅心。呢個係好重要，因為咁樣先打得夠長久，可以發展得更加大。我哋唔會去到發展得人多嘅時候，我哋要走樣，我哋唔想容許走樣，因為老闆嘅6大目標，老闆嘅政商好清晰，所以我哋雖然係好多時，我哋係真係嘅。阿 Kenny 姐成日都阿女啊，你擺啲大啲咧，擺啲大啲咧，睇大多啲人睇。但係我自己覺得人個心靜係更加緊要，穩定發展亦都同步好重要。當然大係應該㗎，知唔知啊，女們？我哋要大係應該㗎。咁所以其實每一個我哋喺個團隊自己，我哋雖然係一個唔係好大嘅團隊，但係透過真係當我衝上評級呢個評級孔雀嘅時候，我好睇到自己嗰個背後嗰個低處喺邊，就係我團隊唔夠開線唔夠多，揾到適合嘅人我係未夠多。咁而當我要去繼續去揾啲人嘅時候，我哋究竟應該點樣？而我亦都將我嘅呢啲經驗同我嘅團隊一路咁樣去分享。所以其實我哋亦都好在乎每一個 partner。點解尋日一個 partner， 我已經會係特登為佢飛咗出去，又再飛翻嚟。今日好重要㗎嘛，但係尋日同樣都好重要。咁所以我哋就係睇啦，我哋成日都有一個自己嘅信念，就係 partner 加入我哋之前，佢曾經係一個咩人，佢背後有咩故事，有咩家庭，嗰啲我哋冇辦法改變，我哋無能為力，只可以深表明白。但係 partner 入咗嚟之後，我哋就永世同行，甚至係千千萬萬代落去。因為力會係百年基業嚟㗎嘛，係咪啊？大家，所以即係喺今日當Cindy 當佢邀請我重新第一次，其實我上過呢個台好多次，每一次我其實都係做主持，但係今日係我真正嘅一次係喺星期二領袖分享，第一次分享我嘅為愛領會。咁但係我覺得嚟到呢個位對我係一個好大嘅檢討。係啦，唔可以再做資深捧獎，唔可以再喺度賣資深。係啦，咁所以咧係對我一個，我不得不承認，因為承認係要勇氣嘅。我亦都我要再行前一步，所以啲阿女們，我要你哋支持啊！你冇你哋支持，我一樣飛唔起㗎。我要去拍住阿 Zoe 啦，甚至我哋係可以更高，我哋個個都可以，得唔得啊？
所以係啊，所以我好多謝Cindy 佢今日俾到我呢個機會。咁而我覺得就係喺我哋自己團隊啱講啦，我哋自己都真係有嘅國籍都已經超過10個國家㗎喎。係啊，即係我哋我連非洲都立啦，你話啦，印度有立啦，即係我哋咩人都立㗎。因為當你見到力匯呢個生意係可以去到印尼，可以去到菲律賓，可以去到一啲好窮嘅國家，但係人哋都咁落力做，我哋憑咩喺香港咁有底氣嘅，我哋唔做啊？人哋唔做咪讓俾人做咯，係咪啊？所以我哋真係要全世界咁去滲透咯。因為力匯呢個生意係我自己話，點解我覺得好有福就係冇㗎，你食好咗自己，你又唔驚嗰個因為醫療問題被放血。你食好阿爸阿媽，你又唔使擔心阿爸阿媽喺屋企有咩事，再跟住又唔使擔心仔女有咩事。我連我隻狗我都俾埋佢食啦，我又唔係即係隻狗佬啊冇辦法㗎啦，但係我又唔使嘥錢去睇狗醫獸醫，係啊獸醫，今日係真情對話，所以係咁㗎啦。咁樣咧，所以我自己睇到就係話。喺當我哋自己入邊，即係6大目標咁，你自己嘅屋企、你自己嘅健康、自己屋企健康、自己嘅經濟打好咗個底，再去一路行到去遠。我只係睇到自己而家隨住呢個方向越行，係將會越自由。因為我過去真係綁手綁腳，我喺我啲 partner 身上，我都要將佢哋唔好再係綁手綁腳。我上個禮拜邀請我其中一個 partner 阿白谷佢上台分享。佢好似好淡然講咗一啲嘢，但係當佢講呢啲嘢，其實你聽落，你識戥佢赤，你會好赤㗎。一個將近70歲嘅人，一次賺好多錢，因為嗰個行業冇咗，跟住就冇晒，亦都冇晒收入俾人，成條天冇晒。跟住又一次，又當佢喺去做養生美容業嘅時候，有人話：你做得咁好，不如我抽你一本，然後我去同你開多幾個分店，又簽咗3年租約，簽咗3年嘅租約，但係過咗半年，跟住佢又同佢話唔做，然後就個租約係邊個孭？就係我呢個 partner 孭，跟住幾年落嚟，一球一球啲錢好似唔係錢咁樣去為人還債，即係跟住而家最近我又聽到佢話。上年有一個出嚟幫佢嘅所謂 partner， 係啦，一次又一次嘅裝修，又唔知點解喺佢度分一球。我最初我都唔知原來佢經歷過呢啲嘅，但係直至我有一日問佢，哇！我真係見你一日到黑咧踎喺你嗰個唔好話踎下上，困你自己喺你個養生中心度，一日困到黑，困到走唔到，又唞唔到氣。其實我好好奇問你。你究竟每2個鐘，當你接觸一個客人2個鐘，你袋幾多錢落袋？佢同我講7除8扣200蚊。我話嚇，我上個月我幫你陪你跟進你嗰啲新人，你袋咗14萬喎，14日袋咗14萬喎。我話你覺唔覺得我哋應該個焦點應該轉移一下？好禮貌喎，我咁樣講，我已經唔係一嚿石頭，所以我都係喺過程入面我一路轉變嘅。我評到你啦。所以真係要就係俾佢哋，就係要佢哋去睇咯。你個時間喺邊？係咪應該放喺有價值嘅地方咧？我哋做人係咪應該望清楚自己眼前自己做緊啲咩？發生緊啲咩事咧？所以佢上一個月其實佢就已經完成咗第1個月嘅控獎，今個月亦都喺度支持緊佢去完成第2個控獎。佢更重要，我今個月要支持佢嘅就係將佢個心態係去睇翻佢嘅價值位。呢啲其實就係我哋你嘅朋友今日帶你嚟，可能今日亦都有新朋友，或者我哋都有新人，但係你嘅朋友帶你嚟嘅時候，其實都係對住你一個好大嘅祝福。
亦都去為你願意背上一個好大嘅責任，因為真係嘅，力匯個戶口係永久嘅，只要基於個戶口永久，呢個連結、呢個責任、呢個關係亦都係永久嘅。你估真係咁容易孭你啊？我成日都同阿 Pansy 講，有啲人唔好立亂孭翻嚟，而且難送，即係咪先啊？即係所以我哋有時都要好。當你嘅朋友願意，你嘅介紹人願意簽你入嚟嘅時候，其實佢係對你真係賦予人生一個最大嘅禮物，一個最大嘅祝福咯。咁樣所以其實喺力匯呢一度，我同我嘅團隊要快速起步，快速成長啦！我哋收到壓力咯，嗬，係啦。所以咧，我亦都自己今個月就同埋。今個月繼續同我嘅 partner 去努力埋嘅第2個月嘅紅雀啦，下個月開始我亦都要認真係去衝我自己新一個咁嘅評級。我覺得呢句説話必須要開口，我亦都鼓勵大家喺力匯呢一度，只要你繼續往上走，其實第一落地啊，你一定會得到嘅就係你嘅經濟條件，你會提升咗你嘅經濟條件。第二，你嘅團隊睇到你上到，佢哋會更加有信心，佢哋會好覺得你好穩靠啊！因為你當日俾佢睇到嘅就係呢度嘅將來。如果你自己都冇將來，你點叫佢有將來啫？係咪啊？所以我好欣賞就係話，我自己亦都選擇咗啱，就係見到 Candy 之後，我一定要跟。咁即係我覺得所有呢啲嘢就係我哋好真實嘅。你一定會有你嘅團隊，你一定會有你幫到人，你亦都一定會有自己嘅經濟條件，向呢6大目標一步一步越靠近自由嘅方向。咁大家話好唔好啊？好，多謝大家，我今日嘅分享到呢度。